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初3，旧历的闰4月12，礼拜3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大家拢真关心的，摕1000块去换3000块的振兴3倍券，7月15要正式来实施。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甲政务委员唐凤做伙来接受到广播电台的专访，针对着行政院长苏贞昌讲3倍券若有任何的破绽，为东方示问。这是来引发着外界的批评，讲苏贞昌甲责任撒互部属。也毋过丁一鸣来解释讲，这其实是因内部开会时阵，因两人互动所算的剧情。另外，伊嘛趁这个机会，甲大家说明，讲3倍券有11类袂当来使用。觉得你是一个挡子弹的人吗？我是公仆的公仆。像广播电台说明振兴3倍券的方案，针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立军令状，讲若有问题，为政务委员东方时问。发言人丁一鸣讲。开会的时候，两个人玩的一个梗，就是院长常常说：“这所有的问题设计哦，请唐凤去扮骇客。”李正浩，如果你要搞清楚女生或者是男生在跟你调情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听到话你就愤怒啊。3倍券基本上只要你要算的拢会使用，也毋过有11类袂使用，包括伫网络买物件、纳税、纳罚单、规费，还是买分等等。发行的方式包括实体券、网络注文去超商提货，还是到邮局提1000块换3000，毛信用卡电子支付、电子票证消费3000换2000。但你们发的不是现金啊？我们现在正在写一支程式，让你可以去 ATM， 然后就直接领2000现金出来。是这样吗？真的吗？哈。摕健保卡买3倍券，东方嘛保证讲卡片敢若读资料尔，无个人资料漏泄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只要不搜集就没有外泄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信封，那个讯号是遮住的。未来嘛比较翠暗地图推出3倍券的地图，显示对一间邮局要有尽量尽量达到好领、好用、刺激消费的目的。